灣區置業喺中山，中山置業揾民仔，大家新年好啊！又到咗新年嘅尾聲啦，今日年初12，同大家探討一個問題嚇。喺老城區叫石岐街，要揾一套7年內樓齡、帶有4房3廁嘅產品，一路以嚟都係叫做雞蛋入邊挑骨頭。乜嘢叫老石岐？因為老石岐就係老嘅，你7年又要3廁嘅，本身就難，而家叫做難上加難。點解啊？仲要因為佢係一個價錢與一個3廁4房3廁嘅產品一個矛盾結合產生嘅難題。今時今日嚟到名門世家，同大家介紹一個單位，真係會有4房，真係會有3廁，真係會有價錢。但係呢個屋苑我3年半未嚟過啦，3年半先出一套啊！陰公3年半啊，真係冇呃你嘅。講真嘅，我相信屏幕前嘅咁多位香港朋友，只要喺主城區揾樓齡新加4房3廁嘅產品，真係揾嚟揾去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嘅。嗱，如果今日帶大家睇呢個單位，唔單止揾到，價錢仲要優惠，仲要送埋車位俾你，仲算係有少少景色嘅話，你會唔會入睇下？我哋上去一探究竟。呢個單位民仔認為有4個全中山第一嘅。第一就係咩呢？位置，你望一望呢邊就係第4代住宅東區嘅保利朗悅，能與保利朗悅同一個片區嘅，佢係位置最靚仔嘅。第二個就係咩呢？6年內嘅3.0產品當中，呢個位置係品質感最高嘅產品。第3樣嘢就係咩呢？第3個第一下，6年內品質咁高，位置好，當中171房，第4房3廁嘅產品唯一嘅最尾就係咩呢？就係佢全中山有晒全部3點當中唯一全新未入住嘅呢個小區叫做遠洋世家，而家正面叫做名門世家。全個小區總共有6棟樓嘅位置，片區無敵，位置無敵，小區質素都係完全無敵嘅。呢個單位171方，業主非常誠意，我哋上去一探究竟。呢個單位171平下，總共係4房3廁，獨立入戶，2梯3房。你望一望呢一個子母門，帶俾你嘅色彩感同埋厚重度都係相當感覺係靚仔嘅，好實在。加電子鎖，大家有冇諗過一樣嘢？6年前嘅產品用到就係咩呢？全屋嘅智能，好靚仔㗎。加嗱，你會見到好細節嘅嘢嚇。我入戶呢一個磚同我大廳嘅磚已經有分區唔同色啦，加埋呢一個鏡、呢一個鞋櫃面、呢一個石材都靚仔嘅。嗱，最王炸一樣嘢就係咩呢？大家請入嚟望一望呢個廳嘅開間，總共足足7米。7米嘅開間，加上露台呢個位置呢係2.3米嘅。嗱，我而家大概可以展示下，係咪先？正嘅，呢一種感覺非常之讚。嗱，1米、2米、3米、4米、5米、6米、7米，仲多啲，7.2米，正唔正先？嗱，呢個露台位你會見到嚇，嗱，佢所有嘢好細節㗎。分區啊，全部都分區啊，同埋好搞笑啊！呢個小區嘅窗咧係默認係可以封嘅，好特殊啊！嗱，我呢度出去1米、2米，有冇2.3米啊？再出嚟睇睇呢個7米嘅廳嘅開間，加7米嘅陽台，加呢一個景，你睇下靚唔靚仔？正啦吧？成個小區屬於一個低密度小區，總共有6棟，戶數非常之少。7米嘅大廳加7米嘅陽台，呢度有2.3米嘅開間。即係我想問大家好簡單嘅問題啫。你見過一個露台有2.3米闊未啊？即係城區6年內嘅產品，你見過2.3米闊未啊？嗱，呢個3.0嘅頂尖產品，配對住中山第2個4代宅保利朗悅，近在咫尺，就喺隔離，啱啱先？嗱，119平，係咪超200萬？呢個單位171平，248萬，送呢一個30萬嘅產權車位。如果俾你，你會點揀？你會唔會揀靚景？會唔會揀靚景？嗱，呢個景靚唔靚？4代宅係冇景可言吧？正嘅，我覺得呢一種產品，如果俾我就會揀佢。但係有啲人會揀朗悅。嗱，都係嗰句，產品冇對與錯，合適最重要。
嗱，延伸翻上去呢個2.3米加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0.3米乘以7.2米，大家計下幾多個方？非常之打得，而且呢種大橫廳設計，是但嗰邊南邊一開窗，即刻形成南北對流，採光通風完全一流。仲要有咩呢？全屋嘅中央冷氣，全屋嘅講緊係你望一望呢個7米長嘅叫做係咪先空叫做冷氣網，呢度都要加錢吧？所有嘢都係費用嚟嘅。睇翻先，好正嚇！嗱，冷氣全屋嘅3次。呢個最重要啦，4房3次本身就難揾，仲要係6年左右樓齡，3段式乾濕分離，係咪先？呢個廁所同呢個廁所嘅配置差唔多，呢一間老人房屬於個套房，係咪先？石材面馬桶土陶嘅，跟住2米乘2米我啱用吧，係咪先？以前6年前壁冚唔嘥訂，6年前冇飄台。得唔得先？靚仔吧，至起碼過得去啦。到至今都非常之打得。睇翻先，呢間房唔算大，但係3邊落床一啲問題都冇。嗱，我呢個窗開咗扇窗，我已經好通風啦。嗱，先過去睇睇冷氣，全部清清楚楚嘅，係咪先？佢仲可以調嘅，仲可以調嘅。嗱，你睇呢種撳掣，靚仔嘅 USB 接口，加埋3層複合木地板，靚唔靚仔先？雙層隔音玻璃嘅窗，靚仔㗎，係咪先？2次呢間房唔算，就有4間房，係咪先？再睇下，先介紹廚房吧。呢間房1日都未住過嚇，睇翻先。6年前西門子嘅抽油煙機，爐台都未喐過，係咪先？6年前漢高嘅產品，6年前。你望一望呢隻色調，會唔會諗起一個中山嘅第4代住宅產品龍湖嘅櫥櫃？係咪呢樣嘢？6年前算唔算頂尖？正啊！嗱，鏡頭再望一望嗰邊，呢個電視機嘅背景牆，哇！呢一種大橫廳，你唔中意梳化擺喺中間，你咪擺到最尾，幾遠都仲得，係咪先？係嘛？呢一種顏色搭配呢個金屬條黑色一搭配，靚仔。嗱，呢一間房。每一間房都係南向嘅，因為主露台朝東北位，諗呢邊係有少少接近南邊，好闊落，中央冷氣配到1清2楚，呢啲撳掣一樣都有。每一個中央冷氣都係獨立嘅控制開關，係咪先？門都好靚仔嚇，門基本上係6年前門係到頂嘅，6年前嚇吊晒天花。嗱，呢一邊咧係超巨主人房，咁佢原格局設計咧係2間房。並買間房嘅呢一邊主人房係已經足夠大，中央冷氣、靚燈，跟住衣帽間，跟住呢個廁所，3個廁所咧都係好雷同噶啦，有壁冚，有全新嘅，有馬桶，好正嘅。咁如果呢個位置都唔夠用，原格局咧係用咗最尾間房，主人房嘅入門口，你睇下呢種幾絲滑，係咪先？再做咗個衣帽間，咁如果你覺得呢間房做衣帽間真係有啲嘥，唔緊要㗎，呢邊揼穿佢，門口喺呢邊入，係咪先？主人房呢一道門閂咗佢，又多咗間房。實質上佢係5房嘅設計，而家打咗嗰間房做茶室就4房嘅設計，係咪先？如果按照個原格局就3房3廁嚟嘅，係咪先？正唔正？全部雙層隔音玻璃，全部都係呢啲觸摸面板嘅撳掣。加埋呢種好絲滑嘅手把開關，正嘅，係啊，好正嚇！即係我係中意望遠嘅，我相信好多朋友即係喺香港辛苦咁多年，我喺大陸買樓，想買大啲，想買3次，都盡量有翻啲視野。呢啲產品，我翻我啲客戶群體，我諗應該有10個8個係啱呢類產品嘅。嗱，重新報一次價。248萬，我唔好話講車位真係30萬，車位真係30萬嘅，咁我打個折20萬啊，228萬除以171平，你計下係咪13000幾啊？6年全新未入住，喺東區最中心嘅位置，呢個產品值唔值得買？
你會點選擇先嗱？如果啱呢類產品，咋諗，快啲揾文仔實地探訪。